你们知道义乌小商品市场有多牛吗？真的震撼我吗？就是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义乌嘛，然后这次我就到义乌来找我的朋友玩，我就想说我就顺便到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我来开开眼界嘛。因为我以前想象中的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就顶天了就是那种路边的那种小店啊，然后那种小摊头，你们懂吗？结果我去了，简直就是世界工厂啊！你们懂？就我到现在我从门口走出来走了半个小时，我还没有走到我停车的地方。俺嘎姨子每个你能想到的品类它都有，而且每个品类它都有这么大的一个区。比如说我毫不夸张的说啊，如果你要把它所有的东西都完，你至少要都1个礼拜；如果你要仔细的都的话，你至少要光1个月。然后他们这里所有的老板英语都贼溜，他们的招聘标准也要是会英语，包括就是有很多的外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进货，就整个一个 international 真的太牛了。我现在终于能理解，就为什么有时候我出国去买那种纪念品，它旁边写的都是 Made in China。Made in China 实在是太强大了，我的妈，我太自豪了。咱们就是说一个义乌小商品都能卖出世界大市场，天哪，我们怎么会这么厉